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 好唔好？又到了民主兒樂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咧。其實呢，客家人很會用誒，其他種嘅菜都會做料理。今天呢，我們要做這個就是芋頭簽，或者是說呢，有人把它做芋頭板。那有些人這種如果做蘿蔔的話，就做蘿蔔糕啊、木瓜板，什麼都可以。今天我們就要來做這個芋頭簽。這個蝦皮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客家話哦，就是哈碧兒，哈碧兒。我們要先下去爆香哦，炒出香氣。待會蒸的時候，它才會把香氣弄到裡面。當然嘍，做芋頭簽絕對不能夠缺少最棒的芋頭，特別我的家鄉苗栗的芋頭很棒哦。那這個芋頭板客家話怎麼講呢？這叫做五板，五板。接下來我把它下去，把它跟麵混和一下嘍。好，我們現在呢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。你有沒有發現自己做芋頭板料多實在？這剛好呢也是我們今天要教大家講一句話哦，就是起家做五板料豆凍食菜。當然嘍，要請示支援是我要好好虜獲他們的心，放多一點料。我們把它放到我們的蒸箱裡面去，蒸一下下，待會就 OK 嘍。到底今天做的這個芋頭簽有沒有成功呢？我們請我們試吃員來品嘗看看，好吃嗎？非常好吃。真的嗎？請問你們是客家人嗎？我是客家人。你是客家人。那請問這個芋頭板的客家話你會說嗎？很久沒有講。很久沒有講，它叫做五板。五板。對，五板。今天謝謝你們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我們一起學做這個芋頭板，真的成功了嘿！以前都覺得只有阿婆會做而已，又真更上一層樓了。當然了，我們今天學到了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芋頭板，五板，五板。第二個呢就是蝦皮，哈碧兒，哈碧兒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這句話就是自己做芋頭板料多實在，起家做五板料豆凍食菜，起家做五板料豆凍食菜。下一次也自己動手做做看吧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